萬聖節周末出行去邊度玩？跟我嚟啦！芝麻丁今日嚟到珠海玩日創新花，有潮玩，免費化妝，仲可以領取糖果，好多人嚟打卡呢個首屆舉辦嘅萌寵趣味趴。正式開始嘍！在我們的背景板可以跟您的愛寵去合影留念。第一次同啲狗仔過萬聖節 ，very nice。好搞笑！除咗可以交流養狗心得，仲有貓貓狗狗中意食嘅零食。如果大家想領養動物，可以關注珠海愛動物協會。接落嚟商場有好多活動俾大家參與，時間表就喺呢度啦。萬聖節梗係唔少得變裝啦，只需喺商場影相打卡3張以上，A 話題上傳到社交平台就可以去前台度攞呢張飛啦。有興趣嘅可以一齊過嚟扮鬼扮馬，話俾大家知攞糖攻略。首先見到呢個南瓜同埋呢個標誌，說出口號不給糖就搗蛋，果然要糖成功，再找下一家要。這個就是開心一下咧。仲有潮玩區，大人細路仔都啱玩。日夜潮玩樂兒夢版，珠海 K-pop 隨機舞蹈將會喺11月4號喺獅門娛樂天地2樓中庭約定你。